去年马太安溪崩山潭做大水，造成19人死亡，9人失踪。负责疏开铁路的江福乡长林清水等人防指控拢伫咧境内，检方认定讲这林清水拢无伫咧要紧，权责机关一直指示拢无执行强制铁路，天灾就已经来啊，佮走去放林创水起，甚至无调查就乱报数据，讲已经有预防性铁路啊。 依照呢涉嫌违反着这过失致死公务员废除职务造成灾害等罪嫌嘅起诉，望法官甲伊判刑10年。另外，这项公所的秘书呢张元宝含姓王的政务民政科长也互起诉求刑9年。 荷兰基后，我们2个月，江湖乡长林清水和法院地检署认定，伫去年花莲马大安溪崩山湖大水灾前后，涉嫌伪造数据，阁无落实铁律，造成19人死亡。查到依照涉犯公务人员废失职务造成灾害等罪嫌，对伊提起公诉，告求刑10年。乡公所秘书丁元宝甲姓王的民政科长嘛，互人起诉。被告3人身居要职，却罔顾人命，饭后推诿卸责，誓词狡辩，态度恶劣。 检方列出时间顺序，去年9月20日，县政府通知乡公所提早做好铁路整备，隔一天换中央提醒，预计疏散人数已经到过6000人。不过林清水疏忽危险，只好上去依然参访，法庭嘛无投入风灾，颠倒甲军方食饭。到9月22日发布红色警戒，伊敢若强制铁路部分居民真侪该假造数据汇报。这个期间，阁互人发现无尽职责，走去红林诊所做喙齿，甚至9月23水灾发生前，无实际清查，煞假讲有。 以防前铁力拢已经执行完了。就在相关规定，我们都是依照灾害防救法相关的规定以及流程来办理的。基层的乡公所人员有3人被起诉，法检讲会持续查清楚相关权责机关是毋是完好牵涉不法。未来无排除约谈法院院长等人说明，只是这个水灾升长江福乡当地也搁伫复原中建。灾民的重建家园的配套措施，到目前政府还没有做出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 灾后复原的久长时间，灾民一直拄着难题。县政府115年度总预算嘛，因为伫内容无明确记载甲马大安溪的相关经费，无得到县议会排审。这案子还在我们程序会，我们就是要求他们做修正或补述或调整都可以哈。若是你有需要，我想我们整个预算审查通过，我们在115年还有追加减预算的。 机制。县政府表示，中央已经编列300亿特别预算，各项救灾重建项目陆续配合执行。若总预算案如期送议会，一直拢无审查，是影响县民的权益。若是要求中篇，实质已经超过审议权的范围。不过，县议会是说明，敢若请县政府伫现有的架构，就相关的内容做修正还是补充。真侪该发文煞无得到具体回应，双方各人讲各人的，互总预算的审议一直拢无进展。记者采访报道。